二平，今比怎么无带윤子出门？我爸讲，佢今比想爱同윤子培养感情，爱本爱结婚啦。係啦，人講惜花連盆，惜子連孫。我爸當愛同윤子講話，兩啥笑到當聽呢。你下윤子有幾太嘞？慢唔緊要了。該要準備打卡介苗了。天下建議成人出世了後，5到8個月是要來接種了。請問挨乜嘅時節是得帶成人過來呢？卡介苗係1個月1擺，2個月已經有9個嘞，過來愛下個月初5。愛來注射嘅時，愛帶乜嘅真欠毛。請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同健保卡。請問注射卡介苗愛幾多錢？2唔是錢哦。按好。時間過來當腳，上到唔將將來家下，還當緊張，你下就慢慢關心嘛。有啦，我當隔日兩位嘅生活方式，家官家娘也以照顧我人，阿姨真落力呢。